那就可惜这张海布拉的照片了，还是1月18号的。哎，干嘛呀？哎呦，这是1月18号，我想想是，哎呦啊，你想要啊？你要啊？你刚才不是不要吗？要你就说嘛，你想要我不给你，不给你硬要我不给你，你不要我非要给你是吧？要吗？到底谁给你的？是陆光也有着急的一天哈。周小白给我的，他在去找你师傅的路上发生点小刮蹭，这是定损照，这是距离真相最近的一张照片，现在一定是感动的说不出来话了，是吧？那周小白为什么要给你这张照片啊？难道我低三下四求别人的事儿也要讲给你听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事故发生地离西塔老师家大概有多远40公里左右。那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。也就是大概80迈左右吧。得用破坏平衡的方式让车身倾倒。所以你一直瞒着我，就是因为做了这个事情。等哥练好摩托，帮你把你老师死因找出来。陈老师，谢谢你。